今仔日是世界影音卫生日，国家电影中心分享所谓修复成果，公开播送1984年经典电影《油麻菜籽》，而且是用台语重新配音的版本。这几天系列活动也会播出《流浪三兄妹》一寡老电影，也有所谓修复工作坊，邀请到民众来体验这录影带修复过程。阮外公定咧讲，查某囡仔人的命是油麻菜籽命，落较倒大较倒。一句经典台词讲出台湾本土女性伫传统社会当中的困境。39人整翕的油麻菜籽，原底是台语演出、华语配音。国家影视厅中心即站推出所谓修复版本的油麻菜籽，而且全程以台语播出。导演万林来到现场观赏，感觉真感动。咱的金马奖就是规定爱袂使用方言，所以一规个片仔拢甲改做改做国语。而且嘛，这边这是两个甲综合起来，所以我看这意义算蛮大的。要将古早时代的底片改做数位版本，国家影视厅中心讲，这是真高工的工课，尤其油麻菜籽的底片生菇，佫需要用药水来处理。石片门的技术就是将胶卷放在特殊的药水里面，让药水盖过那些被侵蚀的痕迹，这样数位化的成果就不会有那些劣化霉菌吃过的痕迹。响应世界影音卫生日，国家影视厅中心推出系列的活动，除了电影《油麻菜籽》，阁有《流浪三兄妹》等，另外嘛有所谓修复工作坊，让民众亲身体验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